2026年屬虎嘅朋友，恭喜你啦！今年咧你行合太歲，人緣貴人運強勁，點樣借勢而上而避開是非呢？個關鍵咧就在於主動同埋謹慎之間要取得個平衡。合太歲係代表和諧同埋助力，無論事業同埋合作定係感情嘅發展，今年咧好容易會有暗中嘅扶持，機會咧係會自己敲門過嚟揾你嘅。記住，運氣咧係留俾有準備嘅人，你要更加主動出擊，先至可以承接呢一股嘅旺氣。但係要小心兩大凶星喎。第一咧就係白虎，慎防呢個女性相關嘅是非同埋意外嘅損傷，處事咧一定要咧低調，避免爭執。第二咧就係空亡啦，計劃咧可能會有延遲，好事多磨，所以咧你要有耐心，時間咧易鬆動啲，以柔制剛。記住呢個口訣啦。借太歲講結緣，防白虎慎言行，遇空亡多耐心，順勢而上展宏圖。想知道更多點樣可以增強人緣運、化解呢個是非具體嘅方法，記得分享同埋留言2026運勢，老師會協助大家，記得 WhatsApp 我啦。